这一季开始的你某注册有些唔关，我还好呢哈。因为这样你就没办法签用了呀。哦，这是你觉得比较可惜吧？你不要对我这么好。哦，你吃对我的好留在私底下就好了。你吃这个啊？没有，要传下去是不是？没有。你3点得喽。马该不台湾猪，哪不一样？对，刚刚有人在叫我吗？我是台湾明珠哦。台湾猪。明珠。哦，台湾明珠。对，有差一个字差很多。它虽然很瘦，但是没有瘦肉精。你想买个猪妞啊？你係夾先，哦，肌肉从你身上切下来的。你就没有啊？你真的一块肥肉。我就是小弱肌肉。結婚之前幾種為主的。哦，我就是要选这种的。可惜被选走了。那看秘密武器哦哈。马该憨舅啊！哦，这个太扯了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憨舅手就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樹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今日當歡喜又來到新竹嘅特別要來請料理牛年咯。係啦，你一擺嘅來賓哦，哎呦，又有我的同鄉人強向因夫求嘅朋友。你確定他們想承認嗎？等會問問看咯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嚟分享到嘅係李子龍李師傅。呢個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子龍。阿亮哥你好，還有親友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大家好。阿鳳哥好。好，三下嚟呢分享到你鳳珠嘅潛水集，係來自寶山嘅兩公婆，分享到嘅係蘇成記老師嘅歌。哦，放羊放羊。這樣長得好和藹可親哦。更講紅隊還穿紅色衣服。懂英文呢？沒有。來，更認真的來咧哈。好的。來一次夫求嘅兩公婆哈，總上放羊，正熱熱鬧就得贏。啊，這個衣服是有先跟他們講好，是不是？爺爺就去懂用心，哎，本身唔係風吹藍吹，對不對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這真的是默契耶！做過類似係用心嘞。哇哇，先舉牌了吧？先加碼了吧？主持費捐出來了吧？冇幾多錢。加碼了，也是錢呐。好了，博山有乜嘅推薦呢？老太太講一下。除了寶山水庫走在一起。哦，個東陽哦，又寶一水庫，又寶二水庫。那寶一水庫有環湖步道，可以去走一走。來看一下哈，夫球啦，因為最近這幾集有動到夫球嘅朋友，咁個禮拜有小改的經典哦，冇嘛強融係哪道？夫球哦，就在為說動球咩事哦，夫球係勞改，動球以前嘅時候就縱貫鐵路來建構，所以各位哈就實在差條。這條塔就按照大湖口一野車站哈，很保密時動因啊，旅客啊，勝利嗰度是全部都改為集中嘅因，哦，嗰就開始去到嗰就屋，嗰屋哈，其實是個按照巴洛克式嗰種嚟，哇，很古典的嗰種嚟屋哈，前排條前這樣哈，很保密時慢慢是發展起來，因全部都改為嘛哈，很啲塔條是塞到按照新富橋的，所以呢是慢慢的沒落，所以佢哋按照老街，啊。呢兩場每日動那個故事啦，冇啥用心啊，先來看比賽，等下繼續來打出故事。當然我先比賽啊，冇用嘅。今日比賽咯，大家看一下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，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打鬥士咯！原本嘅人哦，睇到啲豆皮，我一批到，我就批到比美武器嘅味道了。喲，眉頭就皺出來。還有那種戰爭的較勁味哦。真嘅呢，哈。哎呦，好，你看一下風吹帶來比美武器嘛嘅。鹹菜。鹹菜哦，很香哦。所以本人呢就批看啊。批看啊。然後講批到唔會流血難水。鹹菜繼續做動作嘅料理呢？動作啊！這隻什麼做的？你來吃吃看。等下做得啦。做得啦，我怕你們不夠。啊，唔怕。動用呢哈？要哈？動。點解要拿一嘅鹹菜來做乜嘅料理變化咧？就鹹菜調乾餅肉。哦，鹹菜調乾來餅肉啊？對。哦，很家常誒。嘿，你要中華式的東西，所以比較。收手，比較上手。你是說比較收手嗎？不是，因為不是講英文，我講就是你要有衝下去，他好不會走。哦，因為鹹菜我媽媽衝下會走。
大哥，你唐人市的补鸟都会讲嘛该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因为他是夜行音吗？许客家人，他给咩他赶你，好容易。可是给唐人市的，六唐人市安的。哪片音啊？我浙江人，浙江人没有在台湾当出生。你刚刚是在骗我喽？好，阿姆哥，你有吃过素贞姐煮这道菜吗？有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一定要好吃。好，等一下就看你用啥了表现咯。好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哦，呢條準備嘅秘密武器係鹹菜啦，咁個看起來可能你下厲害咯。你今年準備嘅係乜嘅？你今日準備咧，你客家人哦，鋪乾。鋪乾啊！你啊，呢啲吼，會打洞到你嚟鋪。喺客家人哦，當全鉗一對吼，鋪條都冇打上得。佢那個曬乾。曬乾起來吼，那個吼扛起來，扛起來就係扛當橋。好，安尼都摸出來時咧，就係拿來煮，拿來炒成做的。啊，你介意大家先聞一下嗎？來，哎，味道很好。然後用慢走啊。你要做嘅東西是鋪哈，搭起來。那個小皮小地去，香港那個破過來哈，都一地，他不去曬，曬起就會燥，會燥時到去哈，那個收藏起了，可以保存很久這樣子，當傳家寶啦。啊，這是傳家寶，也是我們的壓箱寶。哎，那個按到秘密武器哦，好好期待一下。剛剛人家吹苗的嗎？鋪乾炒牛絲，香港炒香菇。哦，鋪乾炒牛絲，香港香菇。好，來兩位分別來問一下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籃球防疫兩殺了哦。籃球有信心嗎？好了，看起來呢，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在蓄勢待發，馬上要來挑戰的哈。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加油加油，加油走嘞！哎，這個是2對夫妻的大戰。對啊，對。可是呢，你節目唔係為了而戰，最主要係乜嘢？分享，對，家的味道分享。所以你那個也可以分我們一點，啊，我們這也分你一點。走得嗎？走得，你走兩隻狗走得，走得啦，走得啦。快點。這個是要先熱油嗎？對，你要剖嗎？要煸這個。哦，哎，世全哥，你平常時都不卡就煮菜啊？有啊，排定愛煮，不過佢起碼都好煮。干嘛嘅煮牛啊？你係夾心啊？夾心牛。哦，雞肉。從你身上切下來的。你就沒有啊？你這都一塊肥肉。我就是小弱雞肉。啊，等一下嘅鹹菜哦，幫處理哈。鹹菜點解切肉肉？哦，切肉肉。那一天懂茶飯。啊，成日都好食的。人家媽媽煮俾你食的係嗎？對，從小媽媽從小又煮。好，咁人家就先準備好，你等下都轉來。好，我幫你熱油鍋咯。好，等一下要試一下油溫哈。好，謝謝。哇，睇下夾夾來看，係誰來掌廚哦？哇，好有男人味哦。係哦，不過我今下看到嘅鋪乾哦，鋪乾係走誒，不過你下看到係濕計。煎嘛計？煎嘛？煎水。不卡都唔煮嗎？你係年年年黑嚟煮啊！哦，熟啦，冇年黑嚟煮嚟做。行好，寬講嗬。你用晒要做阿公阿婆嘛？啊，很福哦。那孫10多歲啦，會讀國中誒。讀國中誒啊！差不多。加油一下兩位。6年級畢業，今年畢業。一來要去掹國中咧。嘛。你一套菜家下就講嘛，係鋪乾。炒乜嘅？炒香菇，加香菇，炒了個蝦仁。哦，聽到佢的綜合起來哈，味道好香好食，比較下飯。鋪乾就懂咁的，啊鋪乾吃曬喏。這個種這個炸，這個曬。哦，這樣。這已經是客家人，你知道，很重要的休閒。這是客家菜。道地的客家人啊。給乜嘅牛啊？也係豬肉，我們台灣豬的豬肉。乜嘅鋪邊？台灣豬。那不一樣，對。剛有人在叫我嗎？我是台灣明珠哦，客家明珠啊。台灣豬。明珠。哦，台灣明珠。對，有差一個字差很多。它雖然很瘦，但是沒有瘦肉精。筋筋動手啊！哎，對面都可以唱我的，在打人呢。不要生氣。阿哥，是在教訓小孩嗎？好，你要離過來哈，來。係啊。哦，所以自己切絞肉呢，問一下哈，阿姐，
做嘛个自家盐麦个搞肉最好嘞，我自家做。反正做料理慢慢走嘛，这样子比较有乐趣。撑那个比赛时间长，比较有诚意啦。哎，所以呢，口感没冇重要。对啦，该便宜该国产做得种。好好，你人鹹菜盲切哈，含出咩啊？等下先煸肉，饼肉，煸肉。煸个人会香。等下鹹菜裡面有咸臭豆哦，有臭湯有香。等下，因為等下伊天氣要咸講無臭豆，对用臭豆愛啲。你用啥結粉球的啊？等一下，偷偷講，我要問兩邊。你結粉球的。80斤也結婚咧，80斤年好，代。等一下，你買書啲結婚咧？試試佢用呢個能咪醫生嘅專業。你是較重，各位沒較重，不然這樣子。你買書啲結婚咧81年12月22。哇！他有記得方顧問。我也有記得。很浪漫，真的。因為按用門嘅意思係講，我結下會凍河，係啊，我在躺靴。因為像我媽媽結婚了這麼久，下會還沒有講。全部都唔怕。係啊，全部都唔怕。因為你冇講凍到，你哦，凍到因為凍到咧。你的做比例啦。但是我幫你攪一攪，你切。好，好來，我佢攪攪啊，你切鹹菜。你說切鹹菜啊？嘿，亞媽會來唔餐。我覺得這一期開始你冇注冊有些唔關。我還好係哈，因為這樣你就冇辦法簽用了呀。哦，這是你覺得比較可惜吧？所以你下先皮了啊，炒好之後咧。炒熱，等下通肉先裝起來，然後煸個種嚟鹹菜。哦，分層次啦。誒，你啱肉唔是先入過吼？唔是。你一聽錯會散開來啦。啊，姐姐應該係到你一件同一係過二關嚟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來，謝謝啊。你看見到我好咧啦。誒，佢長出呢。哇，海雄哦。嫁對了啦，你已經加加蔥的啦，加蔥的。香油，你記姐，問一下吼，阿哥係結婚嘅東西是當為主要係後來慢慢搞。我結婚以前其實我煮的。我就是要選這種的。可惜被選走了。不是，還有東東，還有東東被煮錯呀。廚師圈應該還有一些單身的吧？兩位哥哥，這邊幫我介紹一下。單身的老闆。有點更多。你有啉水嘅啊？加啲水啊，加啲水吧。係啦，加啲水之後唔會沖啦。係啊，沖走嚟。阿門就好啦，跟煙本係鹹嘅東西嘛？伊唔係鹹嘛？要錄音啦，冇錄音嘛，冇錄音嘛。那所以啊，等一下還有挑梅。總了解鹹的吼，差不多木條鹹。我們現在人的少鹽少那個，少糖少油。誒，木條鹹嘅。黐師傅係用煙，我能為生嘅兄弟。大沙，體會。你是較重。各位沒較重，不然這樣子我們就找人來煮。啊，等一下能為越煩的吼，我們加超多鹽吧，碰雞血。誒，還沒做得咯吼。差唔多誒，我來你看下這邊。哦，見到沒？快挑回來。等一下，兩馬蓋，我們錄到第3集沒看過這個東西。純的胡椒粉，純的呀，中藥行特別買的。沒有中藥胡椒粉不一樣，就是雞大口。哎，咩大紅東西圈做啲皮啦？中藥胡椒粉凍鬼啊！因為胡椒粉的品質很重要，所以我很重視這個胡椒粉。客家人很重視胡椒粉，是很重要的一個味道。對。那我們藍隊也需要一點，可以嗎？可以呀，可以呀，加好咯，沒有問題。有吃米湯冇啊？應該都可以。那我們就要來去倒數咯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知識講下天，怪呢度呢部卡咪西卡針掉咧。哇！你下次料理呢可以嚟到同針掉，唔講用嚟講呢都係部卡比咩吹。沒啦。好啦，來。
端出家里的这个拿手菜，泰嘎兹的看，我真的要跟大家说，我们这一组应该会搞翻。哎 ，come on， 对啊，鹹菜又厲害，好吃。哎，真挺厚实的。志远哥，你娶了素贞姐之后，有没有深深爱上客家妹之外，也爱上客家料理？很好。有。你最喜欢的客家菜是哪一道？酸菜肉片汤。所以，他真的有把他的胃抓住了。哇，一时都强强力力嘞。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可爱哦。啊，蓝子，哎呦，你看今天潘，你们也爱上我们素贞姐了吗？今天煮的牛板，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冻好吃，有入味了，有入味哈。你评价一下今天的鹹菜，有真正客家的味道。嘿，真紧当后生的。哦，啊，有人续盘哦。哦，我知用叫，你先来试一下，咱水做嘅普洱干炒肉絲。但因为晒到冻好食咯，你一定要先访问一下，我来续盘。素贞姐，你吃了牛板，好吃，质朴的味道。对。真的是很质朴的味道，各位很家常，很质朴，对，会有家里的味道啊，然后，对啊，世全哥你吃到嘞？有啊，香菇很香，普洱也很好吃。那个客家料理它就是这样，对啊，懂，而且味道都懂拉呢，就跟我们客家一样，很够味，对不对？单纯的美味，单纯的美味，真的。哇，激动不让音乐讲哈，自己也讲一下，他们刚刚说单纯的美味，你几个有没有评价？几个走开？客家菜我们就是这样子煮就是比较好吃，但是不要现在人比较说不要吃太咸，所以它比较淡一点这样子。其实我买挑梅哦，长做的舌头跟普洱干跟本性的梅子，可以吃大碗一点，不会说吃太多盐这样。可惜就今天盘子太小，没有。年轻人直接细碗，你可以细碗啊。我是第二盘哦。而且你们香菇没当好吃，又别多，没有。好，今早的时间到了，马上先来抢志勇师傅抢分数。阿亮哥，好，等下看一下阿凤哥抢不服气。你看嘛，志勇师傅抢公平。也辽阳菜拢会客家亲贴的传统的东西哈。啊，我现在也变成因为有的关系本身无嘛个较特殊的小米。啊，因为讲硬肉是可以变成用五花肉，较有些油，较有主要的小米，留个普的个本身较无按重的米丝来带出来。啊，了炒下了不如较咸的话，唔安尼圆圆。较所以有些大数。啊，那边呢，个咸菜炒到浓度好，各位个咸淡拢调到浓好，所以我现在也变。谢谢。阿凤哥，你有冇冇強龍嘅想法？我冇強想法，我要本兩片嘅先講兩片好啊，佢家普洱干油啊，佢要加水落去煨煮，然後佢家整體嘅香菇、讓牛絲，嗰個做解普洱干嘅濃頭啦，哦，正常冇本兩嘅想法嚟講，佢家鹹菜按個炒油掉，嘅香氣下會按個炒出來啦，是正常的應用飲品啦，哦。用煮都當真掉啦。各得到1分，哈，用煮都表現動好。唔過呢，今日3號來看啊哦，安永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我來留睇住下分享咧。料理1+1。哇，你厲害呀！看到齊師傅呢要來編料理，我們就好期待哦。看那個今日帶來嘅，先講一下菜名。哎呦，菜名有2種啊，龍蝦2吃哈。第一是係椒鹽脆酥龍蝦頭。哇！因為佢嘅睇我那裡做料理。做料理啊！另外一道係松露起司龍蝦。全部都是我喜歡的。哎呦，好，对不起。沙拉用一拿哈。做一个主持人不能够这么的被菜色影响心情，都一样，但是蛮明显的，很明显。可是那个志荣师傅做的时候，我没有这样吗？因为他是完全没有，做副就给徐天业表情没动碰牌哦。没有，好了，我给你牛尾是就6家的。60本来是500斤你中的是啦，对啊，你胆固醇不是过高吗？好像有的。我要先做第一道，你用它挑嘛哈，我要也是摆盘的哈。
大家有问题要讲哦，两位男士应该回去要做来孝敬老婆的。他们的问题是，我可以吃吗？这样。人家通过嘞哈。两卖西街时按照手动龙虾。哦。人家切块。我龙虾头日半英吼口内摸血啦，尤其是德语哥，龙虾头直接丢掉的嘛。没有，我们煮汤。哦，大松。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你先拉这位。好，那又是又买奖励。就是拉这位，喊卡多位拉这位。好，也系糯米椒，也系另外一道椒盐呢哈。你要摆个主题啊，是到台价。那龙虾吼，从头到尾唔会打松，1+1嘛，这次的新的主题这一季嘛，就加一啦哈。所以龙虾头那类，因为有啲嘢系煮汤，我今日做嘅系椒盐系嘛？椒盐系，那类泡，系，按个掉落先切菜啦，切好当做咧炒菜嘛，吼。皮啲头系嘛，一样系椒盐。系，冇咧系第二道嘅沙拉。杜起司。我记得下讲，那个龙虾头那类泡，你唔会调硬哦。素哦，素啊，脆酥，对，脆酥的。哦。两线切。还好我待会不会吃到，我是吃肉的部分。不过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吃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好。你吃，所以我的好留在私底下就好了。你吃这个啊？没有，要传下去是不是？没有。你三年得咯，阿姨哦。用地下如何啊？好，我哋先来处理龙虾哦。像我哋卖做那手动龙虾有冇？佢挑，我哋用剪的时候咧。你还没告诫下观众朋友，你要办剪个龙虾。呀，剪，剪它。哦，呀，有啊。有要从第几格开始剪吗？冇。就中间两挑啊。剪的时候。问一下哈，因为日本嘅嘛个炒虾啊，因为去肠泥啊，像嚟龙虾外嘛。哦呀，哈，里面有肠泥啊，哈，要取肉出来。哎呀，都会懂你呢。哎呦，你有切卡切了？虾头有啊，剪，对半啦哈。板哈。太哥有问题吗？龙虾够哦。哎，美不足够吗？今天你刚才没有做，不能吃哦。哦，你还有啊，手动龙虾要表下去。手动龙虾。灌火。焖30秒就做得了。哦，疏肥。哦，没啊，杀菌啊。神药。哇，好嗨哦！哎呦，香哦。要有泡球球啊。哇，哎，你们两个好适合哦。双手连弹。哎呦。对啊。双手连弹。大概秘密武器哦，哈。大概。还有啊。哦。这个太扯了。人家本身系熟嘅东西，我会泡球球啊，佢长会素素切切。就是要高温180度到190度，龙虾喉类哈，冰镇。因为今年系做示范啦，假使像吼第二个吼，甲我看下酒煎吼，你就可以用波士顿龙虾，用汉台加的哈，对不对哈？波士顿龙虾好吃哎。好，你要对它调酱哈，你要沙拉酱。怎么调啊？1:1没做对啦。你要不看喜欢吃松露没做1:2。在这里我喜欢。全部下了。1:3。哎呀，搅搅了，就变成我们的沙拉酱。这真的太棒了。好呀，沥干。沥干要怎样？好，沥干要怎样呀？沥干建议。秘密武器。哦。秘密武器哦。等下还会做嘛个？手抓。哎，用下去沙拉汤。香菜，抓了菜，搅拌了。嘿，从你又下全部下。哎呦，放几泡，也咪龙虾全部下，2年，然后咯。哇，这其实矮一铲一次就够了。好，哎，这个可行呢，我试试看味道。让它处理哈。哎，我有帮忙要给虾子哦。好好吃个姜哦。好，可以了吧？好，那个都还剩一点哦。你吃的哈室温啊，我用什么？用舔下去，对不对？哦，点点这样。好漂亮颜色。哦，
好好嘞。我先做第一次啦，第一次先做哈。椒盐酥脆龙虾，那係秘密武器哦哈。马该，韩六啊！哦，这个太扯了。你有听过那个海龙王的意见吗？没啊，这个手龙虾料理没有弄凉没？哎，坐上去就好。Hello，直接坐上去就好。哦，这个太扯了吧！哎，你今天买呀？哎，海龙王被你这样壳拿起来，这个会有台风或什么风灾？哦，加油啊！买呀！好，等下一吃哦。这个是在庙里面的鱼药龙门里面的装饰吧？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哪有人用这个当餐具的啦？你太细哈！我跟你讲，整个圈走在谁训呢？起司是用点缀的，系吗？所以起司怎么敢莫穷下胶啊？我就是不给安个口感。你看嘛该，鲑鱼卵。那是我的。哇！鲑鱼卵。全部落去，我是出下都有我不马上学的。这个好棒哦，给你加分。我现在做第二次哈。各位来宾，你们今天是太有口福了。有哈，全部都破好嘞嘛哈，是不用好咯。椒盐口有不用买个东西都做的，哦，看做的不用葱和手都能做的，他干哦啊，他干你的其实不要浪费，莫打爽哈，然后胡椒粉。从底下破开咸酥鸡安用意啊！哦，哇！等下，呢度就马个特别準備嘅胡椒粉啊，重要。我們用枸杞嘅胡椒粉嚟加麼？誒，攪嘅需要有開火。攪啊，冇攪啦，攪係，我呀，攪啦，我呀，攪過。我差唔多了哈。哦，哇！其实你有发现一件事吗？你是不是又按开盘呢？盘子太大。好，按差不多。拿起来不太快哈，这厉害了。来啊，龙虾2吃。用它利用是宝宝，按用最后 C 喽。哇！嘟好嘅兩下盤哦，去到我面前。哎呦，醒哟，不要跌倒。我要确定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给太阳，超过我的手背那么长。还有，差不多跟我这样手背也差不多长。还有剪刀石头布吗？不是，因为你还鬼快时候打沙圈走的。可是张博谦真的是吧？因为田鼠吗？天生有田鼠。田鼠啊，有啊，那是多此一举。好，多此一举。好了，现在笨了，该做的是少的哦。重的。这我的少一点，大概就是3的。青菜，青菜就好。好，张博谦不能吃。张博谦跳舞，我要吃头。哦，他只吃头是不是？你只吃头啊？啊，你用按啥慢哦？那鬼上跳哪就做什么？哦，对，你须在起在地板扭个吼。哦。哎，我还要讲吼，真紧係預料一家自主嘅時間，應該是做在食到松露呢。啊，大家講一下，又好食嗎？虾肉很有彈性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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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吃，董敦哈，是选哥，这是松露酱，很脆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你要续盘是不是？没来，真見同針對啦。問下諗最好咧，因為我係提日本食到松露到美乃滋也給合同下啦。那你們吃多的話，也分享一下廚師做的又蠻冇窮容，色香味，很好，香味是好吃。我不會煮，你不要煮哈，不要煮。第一次吃到这道菜，小龙虾。龍蝦它有走的那種鹽酥的，我覺得，我算第一次看到，因為一般那種鹽酥口呢係得這樣一小的蝦，對不對？啊，他做的怎麼樣？很不錯啊，很不會講好含蓄哦，非常好。英文按到收手，係嗎？懂好。那時候真係同針對，你看金蛋蝦我擺那種動態反應哦，充點係。也個有冇米奶子咯，等個松露嘅醬料調到當好，因為也個雖然講油泡糕當香，唔可以講油滋滋嘅，真係當好食。
等下蹦酒冻红，配酒对不对？抹酒啊。对，但是豆腐卡周会发就不是用按胎盘，谁早就周的嘞？有后生吗？太高，太高记得吗？第一行係比賽哦。加用第一行嘅比賽嘛？太高很正比哦，唔辦比啊！好啦，總共呢，家下是嚟入澎湃嘅開演演嘅，馬上就要來正經的挑戰進行最杯米館嘅比賽咯。百變料理王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用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面試，沒有比創意哦，都帶愛嘴將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Andy 誰來上菜了？哇！你都係百變料理王嘅時間，可能都係農場地度抗嘅係嘛東西咧？揪出來嘅東西就去做技哦，咁佢做出大家想到嘅變化啦，想到嘅。來，水餃，嘿，非常家常嘅料理咧。上坤啊，你覺得咧？啊，同一下雲頭就是都好食咧。那剛那一條百變毛球，我一定會把皮跟肉分開。啊？哦，咁係難睇咧。係啊。煎也還沒做的哦，因為是個煎餃嘛。或者是說老給全部都綿綿，然後做肉團拿去炸。哎，你比較有創意呢。對嘅。因為2、3家嘛。好啦，兩組圈想一下，少到水餃啦，吼，用個實我做埋個料理咯。我上坤啊，吼，馬上呢去拿一個水餃來進行百變料理王。觀眾朋友，你上坤啊，水餃都係素紅，你這邊變出乜嘅？睇下冇上過料理咧，風吹帶來菜苗係乜嘅？頭媽都亂水餃，頭媽都亂水餃誒，這應該最好食嘅料理啦，哦。加上而家就要按摩做料理，一定同針對。好，我看呢度藍水今日做嘅係挺好食嘅哦。探看一下今日做嘅料理，菜名係乜嘅？麻婆餃子。麻婆餃子哦，麻婆嘅口味啦。哦，兩組用講嘅，冇用地下設計來周張地塊那組考試，睇起來有信心冇？有信心吼！你還拿出兩個整本的，不要有任何人閒下來哦，一定要加油咯！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可惜。哎，怎麼 Loki 也嘞？没有，我先讓他看油溫到多少。哦，好。哦。現在油溫。聰明。我剛才講到토마토卵吼，是不是就是番茄炒蛋？類似那種概念，現在就是把番茄蛋當做一個醬汁的。講鳳梨係嗎？鳳梨就是你可以配着吃，因為現在鳳梨盛產的時間嘛。然後那是我先生自己炒的鳳梨。可以用馬蓋炒啊！這個時候一定要讓世全哥講，給你全部公道。那個是做果醬啦，鳳梨果醬加那個檸檬跟那個一點那個洋菜。你好賢惠哦！兩面做咧做個串冰有冇？對。哦，錯。一除咗凍厲害哈，你下做啲卡派爾嚟啦哈。做啲卡嚟啊！啊，你下會破結叫，因為誒，啲部都係熟嘅，冇熟嘅，生嘅啦。有聲音哦。係啊，啱到嘅。香嘢啦，像咁樣飲到要啊，啱啱觀眾朋友講，今日做咧用緊麵粉要啊，過一下落去破，其實唔會爆掉。哦。記得哈。哇，我們世全哥。來，世全哥，你平常是豆腐卡會煮嘅tomato炒卵嗎？都是我老婆煮這個好。你確定？對。世全哥，你覺得素貞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？好有肩膀哦，好帥。那你覺得我呢？好有肚子哦，好有肚子哦。風水車用吧，這邊已經有時間準備好。色，你為什麼講到色這麼開心？今天？世全哥，你覺得素貞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？每個地方都很吸引我。教得好，教得好。咁個世全哥對你來講，最想應該素材係哪一道？應該是我做什麼事，他都全力支援我。對，真的，他是我的那個很大的靠山。哇，
那我站在中间有点像电灯泡。在这里，可以靠过去一点。好了，大家都转了。好好，谢谢。开始做咯。哦，刚才就问到啊，因为俩水饺系上盖，按你蛋墙用剪的做的这都熟哈。做的这都熟。不用看。一种上很多上哈，这个里面的馅嘛，全部只有出来会他们的里面不好吃。我用煎的，它就料会锁在里面。唔会散得起嘅。赞。对。你认识了还没开始炒麻婆嘅酱哈？麻婆豆腐。麻婆嘅酱。这个怎么炒好学嘞？你认识？酱啊。哎呦，看一下就准备2种嘅豆瓣酱系吗？有豆瓣酱，还有辣椒酱。哦。你有冇想过你水饺咪用牛的，也有加牛安用嘅？安用嘅，小咩高丽菜的水饺嘛。嘿，它肉一点点。很适合薄啦，比较有肉感，肉很贵呢。我看你今日做嘅麻婆豆腐哦，cái豆腐系芥蓝豆腐哦。对，这个比较嫩。板豆腐的话就比较含慢嫩。粉咩便宜粉？你系莲藕粉系吗？因为莲藕粉，就取代那种太白粉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好，大家都转了哈。好。好了，我要起锅了。起来嘞！油，加油，然后爆。加油了！世全哥加油哦！系马莎嘅想法，做嘅情侣装啊。那也想法，因为我们代表宝山嘛，我们参加宝山路跑的那个橘子路跑的衣服，所以刚好有宝山，所以我就穿这个制服。一龙沙汉强下是路跑哦。对呀。我们500月。欢迎大家有空也可以来。哇。我们也有徒步环岛哦，欢迎一起来参加。你们好会过生活哦，真劲。没事多运动嘛。好，我要把它弄起来了。好，生意对不？生意要选哥帮忙吗？好，该有对不？还是那个用老。嘿，他少儿不世全哥走哈。好有肩膀哦，好帅。那你觉得我呢？你这肥有好有肚子哦，好有肚子哦。好啦，看一下记得做嘅，tomato 炒卵呐。那要特别咸嘅就呛死嘅 tomato 系吗？因为嘅梅头 tomato 的梅头好冲，味道好酸嘛，好酸甜啦。等下嘅 tomato 中一定要有不用豆不带炒豆，茄红素长对，一定要放到锅底哦，不要放在食材上面炒哦。我是不是很认真听你讲课？有。我要加一点水。水哦，俺家是下去哦。等一下，是要先炒番茄酱再来。对，我再讲小番茄酱炒一张的不用量。不用，要放中间炒，放中间炒。不要太多，这样差不多。世全哥，你常吃这个番茄炒蛋吗？我还蛮常吃的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哈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哦，你家下有冇看到莲藕粉落去咧？半件扭嘛哈。火会调色么？我见到擦怎么用？这样去调烧焦去了。哦，那我敲敲看它。又熟了没？可能唔辣擦不？你种有吗？跟打撒在上面啦，跟它又热开水烫过了，撒在上面的，豆腐放进来。个风水头用吧？风水它等一下要放在上面，我这边已经有先准备好。色，你为什么讲到色这么开心啊？今天又用好。师傅，琼梁麻婆豆腐，像他们这样做的是可以的吗？还是你们有觉得它好来风？3个东西啊，葱、麻婆豆腐、麻花椒啊，我是用。辣椒，小辣椒可以吗？小辣椒啦，小辣椒怎么？辣椒对。所以你哋水饺落去炒唔是加淋上鹽嘛？可以放嗎？阿哥？唔好咧，因為燒焦咧。個蒜頭未不用送。蒜頭要咧，還要咧，好咧。香菜未不用下，要放上面。比較好看。多來個片，看下差不多咯。哇，我們的看起來也好了，好穩呢。那这样我们要去倒数喽。好，来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就嚟吃色，可能要用水餃變化出來料理，乃木開卡針對令。
哇，冇想到呢，水饺咩做得用做吼，一般来讲，我发做煎饺啊，你咋讲直接冲来食啲，按样去做冇看过吧？水小虫在抖悠悠啦。啊，今日咧食看到tomato炒卵嘛，哈。对。杀杀落血。重点是还有秘密武器哦。嘛个？全哥给东北亚跟凤梨，各位。哦，错，凤梨冇血的，凤梨，有冇？凤梨超好吃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哦，啊，酸甜，真甜还酸甜，凤梨太加分了。没有，素贞姐，你安慰煮哦，难怪哦，豆腐卡全运你也是他煮的。这个是世全哥煮的哦。立马动好煮啊，他也会煮，对啊，只是比较常下厨的是我而已。用他煮，今天煮的，然后你豆腐卡练习呗，味道有像吗？有，满意吗？满意，好吃哈。世全哥，你吃的嘞？好吃，好吃。加凤梨也是他的创意，真劲哦，加凤梨很加分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蒙呀用血。真劲。哎，问一下哈，因为该还没讲到，那个民主姐的本性是不敢写该 tomato 炒卵该。啊，你自己讲一下，用安用的做法做水饺，跟我小时候吃的完全冇共用，那挺好吃的。哎，讲一下，这就做了tomato炒卵用吗？好吃。140度。那个凤梨它有比较特殊的味道，弄在一起，掺杂在一起好吃。那我一盘哦，下澎湃了，夹夹到血看，麻婆豆腐嘅水饺。哦，有辣，会辣，有辣哦，有，也质量够好，听说会冻喜欢。是重口味的。哦，有辣哦。那是奖励嘞。世全哥，你觉得蓝队做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可我觉得它应该香一点。够香的喂，那要加什么？你觉得少了什么味道？我觉得应该加点那个花椒的味道。好准，你好厉害哦！你真也会做料理耶。很厉害，素贞姐，你觉得呢？口味比较重一点，对，可能比较下饭。那除了安用的顺时嘟嘟吼，假使现实你烂水的哦，可能应该吃不到我们的味道了。对，就偏过去嘞。不然紧紧动吼，因为我喜欢吃重口味，应该这样讲。一崩盘嘟嘟吼，因为水饺就几多炸甜甜，啊，春光那个酱，我打送啊，我崩盘嘛。假使冇味是冇香味啦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到了。马上就来向李志玲志玲师傅抢分数。啊！那汉影不也重口味派系的？胜不骄。来看一下凤哥抢分数。看一下公平。我本人分数係看菜面一份分數嘅，如果番茄炒蛋，佢要加嘅黃梨，然後水果嘅酸甜，有等於會加tomato嘅米絲。所以现在用黃梨的米絲落去填走以後，有老tomato的小米又帶轉來，就會變成有雙重的香氣，真的，真的很好加分。那鴉片麻婆豆腐其實我是覺得有點可惜，第一個沒有麻的香了，第二，水餃本身就有鹹，其實醬料還好，嘟好，飯還嘟好，甚至大腸生沒嘟好，但是水餃係鹹的。一倒落去以後，我吃到有香因為我從口味嘅嘢，我就知道有一些鹹，所以我先這一片。謝謝。哦，你那哎呦，鳳哥你嘅想法係嘛？我想法咪係吼，你幾個番茄炒蛋，如果幾個鳳梨，整件凍咖粉，加豆粉是正炒的，啱啱冇半兩片是凍點到，麻冇麻甜。是正炒的，其實兩片的水餃都強用，煎也沒強用，口味沒強用，口味都一樣，是正炒的一炸。該番茄炒蛋要加鳳梨，要加粉，兩片冇麻。麻，那改菜名是做啥咧？火豆腐，它係要到嘅優點做得到幾多按落一下吧？哈，優點是該辣椒醬，因為應該是做凍好食，辣椒醬加豆瓣醬兩個結合起來，芥末頭凍好食。該辣椒醬係自己做嘅用法，係啊，應該是都係磨粉磨梅頭，該辣椒醬已經凍了，基本是正炒到。麻，正炒的跟那两片都变成，差几些啦，差一些些嘞。哎，安永唐一龙，我们世全哥懂厉害耶！你们南昌带了这个加分的凤梨，你喊团出底度，其实有一个
花椒。嘿，是。好啦，不管用的呢，今日都当厉害，最高要做变化，观众朋友你们就上看哦。各位今日比赛成績出來嘅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尤其馮翠得到3000元嘅價彩金。恭喜恭喜！好，大家來看一下藍翠得到嘅獎品哦，好漂亮！鈦金原石不沾炒锅。这个刚好是蓝色的，好，天闪哦。对啊，好巧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来，我保留好哦。这是我要的。对他本来就要这个。真的哦。好，先来唱素贞姐哦，老太家分享一下2百参加的心得好吗？这次其实就是纯粹抱着来来玩的那个心态，所以蛮放松的。那不过还是有几天好像睡不着，睡不太好。那今天也感谢我先生番茄蛋加上凤梨馅的一个创意，因为他刚开始讲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说这可以吃吗？有一点很反对。然后他说试试看嘛，所以我在之前有试做2盘，一盘有凤梨馅，一盘没有。所以我还觉得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还可以吃。变到了还记得凤梨让你让我在3某兄都是决胜的关键，所以3000块。分他多少？给老公，全部给他。哇！好，请世全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参加心得。这次蛮特别，第一次在镜头上面煮菜啊，有点紧张。看不出来哦，表现得很好哦。我是蛮爱吃的，所以什么东西都吃啊。所以刚刚什么菜都被我吃光了。然后有，对啊，他很好养。应该是第一次跟太太在电视机前面一起露出嘛，哈。会紧张吗？人生第一次，看到镜头比较紧张。但是参加之后应该就还好吧？还好，对，还好吧。晚上回去可以试试看做那个龙虾大餐，做本素贞姐吃啊。你要借盘子的话，可以跟她借，里面都行做。恭喜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然后问一下第2個吼，今日大家分享強下來哈，參加了比賽有乜嘅想法，老大家講咯。比賽本來是又讓又秀啊哈，他做的確實也很好了哈，但是我們值得我們來學習哈。那我們做的我覺得對飯來講也還可以的，但是一些口味上哈，可能還要再加強一下。那我來這邊哈，有這個機會來這個一家之主的，那回家的話哈，當然會學習到這些東西，以後可以來煮飯，給家人吃，給小孩吃。對，這個可以吃出健康。它的味道確實不錯，好吃。係啊，是我學習的對象，對，是。恭喜他，動好。恭喜他。啊，最尾吼，我問一下葉韻姐吼，看嘅獎品吼，難道安健吼？我好喜歡。我大家講一下，今日都參加咗咩感想嘛？我很感謝這製作單位，我愛十個記飛啊，感謝他一個，你都他一個辛苦咧哈。聽到最就喊唔住誒，主要係是本日龍沙嘅加分天咯嗬，做啲大嘅節目，等會浸一下外貌。哦，會拍攝嘛？你這樣子，我們這邊也要示範。係啊，因為我老大家講，因為拄到吼龍公婆吼，龍柱圈嘅龍公婆，曾經動小動難得，要表示一下恩愛啊！哎，你節目吼非常難得，走在繞牆的龍柱。你不要勉強人家。他們其實剛好有這樣，哎，你 cue 我一下嘛。真的嗎？沒有啦，我們兩個請給他。合家觀賞的。沒有。好啦，今日這檔歡喜，做得有唱到太氣間，真嘅係一家之主嘅米頭哦，帶來呀後面是老太太來分享，最主要嘅咩係講，唔看兩部卡這非常交流一下，讓爸爸你來做第二盤。好，換你們來做做看，是用麻婆豆腐的方式來做料理，可能其實發現到真嘅都會做緊下無很簡單哦。係啊，因為煮菜真嘅冇乜嘅對錯啦，所以我非常歡迎所有嘅朋友來到呢個節目嗬，一家之主強下來煮菜，煮出你屋企係好美食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，就等等睇住阿強下來挑戰，分享養屋企好美食，夾夾來報名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